大家好，聽日星期日又有馬跑11場，頭場開跑時間係12點半。咁Richard嘅真飛貼士啦，準備買一條位置 Q 啦、鐵三角啦，喺第一場啦咁樣。5班第一場係5班，1200米。咁咧就先講下呢12匹馬。係啊，12匹馬嘅賠率情況先。咁啦，而家嘅時間係5點16分。5點16分嘅時候，獨贏投注額係464069蚊。OK， 而家講下1號凌風傲雪，我係預期佢6倍嘅，而家咧佢就6.7。2號艾比奧，我預期佢10倍嘅，而家咧佢就係7.2。3號黃合金，預期佢6倍嘅都係，咁而家佢就係大熱門，獨贏同位置都大熱門，就4.3黃合金。4號科創世紀，預期佢50倍，而家佢就21倍。5號首進，預期佢都係6倍嘅，而家佢咧就係7.9，佢係我預期3匹6倍嘅馬之中最冷嘅，因為最熱嗰匹梗係咩啦？梗係黃合金啦。啱數嘅就係1號喎，凌風傲雪潘一哥。好啦，講到美神來6號。美神來預期佢係10倍嘅，而家咧佢就係8.2。7號盛世威風預期佢50倍，而家佢就係22倍。8號添喜運預期佢10倍嘅，而家佢咧就係8.4。仲有9號讓愛高飛，預期佢20倍嘅，而家咧佢就係15倍。讓愛高飛9號同埋12號飛躍正英呢兩匹馬咧，係成棚馬之中唯一贏過同程嘅兩匹馬。好啦，10號不假外求，預期佢50倍，而家佢咧就係20倍。11號歐洲傳奇，預期佢10倍嘅，而家咧佢就係11倍。我睇咗佢位置3.7，咁佢個獨贏咧歐洲傳奇就11倍。咁咧好啦，最後一匹啦，就係飛躍精英，即係佢贏過同程噶嘛。我預期佢都係20倍嘅，咁咧而家咧佢就係26倍喎，即係話成棚馬之中飛躍精英就係最冷嘅，最熱嘅咧就係黃合金。咁有異動嘅馬有啲咩馬咧？好奇怪，呢一場係冇乜大異動，即係冇乜明顯嘅異動匹馬都差唔多咁。咁點樣揀馬咧？所以我要揀3匹，我要揀3匹。揀3匹馬就係嗰啲飛係有啲暗火嘅，係啦，3匹都係。第一匹揀艾比奧，佢而家7.1，揀得過，真係揀得過。咁佢係有暗火嗰啲飛。仲有一匹美神來啦，都揀得過，都係有暗火嘅，8.2。咁咧仲有一匹添好運，又有暗火嘅，即係呢一場咧冇咩馬有啲即係好明顯嘅賠率異動即係好規矩啊！唯一唔規矩嘅就係大熱門咯，黃合金都唔知因乜嘢成為大熱門，即
真係拗晒頭。我預期3匹6倍馬，佢而家咧佢係大熱門喎。潘一哥咧就6.7，咁啊手盡咧7.9，即係佢係6倍嚟講7.9，即係如果個賠率聽日都冇調整啊，或者唔會還原基本步啦，都係咁噶啦，咁啊都好難揀啊，真係好難揀，都好難揀。但係我唔相信黃合金會係咩咯？黃合金會係大熱門咯。雖然我係3匹6倍馬，佢係其中一匹，但係我心裏邊咧認為凌風傲雪或者係手盡係會成為大熱門嘅。點不知人算不如天算，不過而家咧就5點啫，係5點21分啫，所以即係算啦。咁咧就忘記佢啦，黃合金。你係大熱門，我梗係忘記你㗎。咁所以咧，我就係揀咗2號艾比奧、6號美神來啊，同埋8號添喜雲，就買翻條鐵角位置 Q 啦。希望今次得啦，大佬唔好就跑3、4啦，好冇癮嘅真係，好謝令到佢人。OK，多謝晒，祝大家好運。